后来今仔日一困头增加到25例确诊的病例，除了13例本土病例，也佫有12例境外散入的病例，分别为印度、乌干达、菲律宾来入境。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1231例。后来乡亲啊，针对这个台北网咖爆发的本土疫情，指挥中心已经来发出到60万张的这个细胞的简讯框列范围。指挥中心是伫咧拄则2点，针对着网咖的康定路、和平西路3段、梧州街、桂林路一带来发送着细胞的简讯，提醒咱的乡亲，若有去过这个高风险的地区，啊，佮感觉身体无舒适者，上好爱赶紧看医生。 不是接到这个就代表什么，是让你就是说提醒，就是说你曾经在那个时间，那个范围里面，至少我们现在认为，经过一个疫调的判断，那相关的一个确诊者的足迹会比较多，那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说一一的，把这些相关的一个足迹，那是非常难调查，而且一方面。 相对人也对自己的隐私比较重视，所以就这不容易。所以我们框定的一个区域，就像这个像这个表一样，它主要是在万华区里面一个就是4条路：康定路、和平西路3段、梧州街、桂林路之间。那框列的时间是4月15号到5月12号，4月15号到5月12号。那当然。 时间越早的那如果身体一直都没有什么相关的症状，那是不会有问题的了。我没有办法去分辨说这个人的特定的身份，只能说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出入的人都会收到这样的一个简讯，这就请大家自己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评估。 指挥官陈时中讲，因为网咖迄颗梨啊环境复杂，出入的人员较歹掌握，所以决定发送着手机的细胞简讯，提醒要到高风险地区的乡亲多多来注意。这个时间是回溯到4月15到5月12，这个发送量有60万封，框列的范围主要是以淡水街为主。